我现在觉得好恐怖哦！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科技的网络好厝边，今日要来骂人，不是我昨天才开骂倒台为什么要这样对我？这个世界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昨天才花一堆力气，我昨天还花很多力气为了取悦大家，就是做效果，喷一下大家啊！今天就真的来那个需要被骂的哦，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等一下，我是不是应该加注一下警语？就是虽然说很想要很想要来一点刺激的流量，但是我其实也很怕烧起来啦，所以你等我一下，请大家等我一下，我要加注一个警语，让我可以给自己台阶下齁，你们等我一下。我要加注的警语是什么呢？我要加注的警语是今天都对事不对人。今天都对事不对人，可对号入座是这样子讲吗？是这样子讲吗？如果你觉得被骂到了，可能你做错了什么？是这样讲有没有比较好？救命！聪明的聊天室，救我！我要怎么讲才不会被烧？我要好，算了，太气了，你知道吗？就是话都讲不好。对，如有雷同，纯属你该检讨。好，如有雷同，那就雷同，这样好不好？这样可以了。被骂到了，先按检举，真的假的啦？好，你等一下，我的警语就放在这，哦。今天的时事讨论。今天的时事讨论对事不对人啊，如有雷同那就雷同，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我等一下讲的某些行为，就是我觉得客观来说，大家可以最好避免，最好不要这样做，因为会有一些不良影响的。那如果你做了，然后你今天刚好被一堆人骂了，那你学到了一课，好不好？如果你下次还敢的话，我觉得你可能还是会再被大家骂。那你就是我们都是成熟的大人，就是大家都是完全行为能力人，所以如果你做了某件事情会让你被骂，然后你喜欢被骂，因为可以获得流量的话，大家也拿你没办法。好，那反正就这样子啊。我今天想讲的事情，其实也不一定是只有今天，就是我觉得有蛮多。好，我根本没有组织过这件事情。好啦，我们先打招呼啦，嘿，顺便给我自己喘喘气。哦，大概安不安？我们第一个来留言的居然是银白吗？银白安安环境你来，还在工作吗？工作辛苦了。然后三次方晚安，欢迎你来啊！说开就开，说来就来，不愧是我的忠实观众。还有伊藤绿茶晚安你好，还有猫猫卡爱晚安你好，还有树人跟白痕岩对吗？你们好，晚安。那个现在那个聊天室又是被 YouTube 变成就是只看得到大家的 ID， 我又是在那个被考验一下我有多熟悉我的观众朋友，真的假的？要这样哦？要这样子对待我吗？好，被骂到了先按检举，你再想一下，请不要这样对我，请不要残害这个愿意在议题上勇敢发声的主播，好不好？拜托。好啦，那个其实我今天很刚好，就是蛮刚好的，我在推特上发了一篇文，我是不是可以研究一下怎么把这个放给大家看啊？那你们等我一下，不行，推特不能乱放给大家看，因为有一些那个推特的审查标准跟 YouTube 不一样，有些奇奇怪怪账号飘出来我就很麻烦。好啦，反正我今天在推特上刚好发了一篇文，叫做什么呢？我自己忘记了，对，反正我最近观察到你们那个随时想插话你们刚好有什么想法或是单纯想要批评一下，有看到哪些人做什么不该做的事的，你们可以就把聊天室当自己家，我们都老规矩就是这样子，好不好？啊，那是的，我今天发了一篇文，叫做消费别人的痛苦当成自己宣传或是博取流量的素材，很不酷哦。我觉得很不酷哦，听起来超委婉的啦。对，但是就是我其实一直都觉得，我觉得这件事情也不是一两天的事情，就是这个奇怪的状况已经存在很久了。就是好像蛮多经营自媒体的人嘛，也不一定是经营自媒体的人，但是
没有啦，就有时事有争议就会有流量，请大家批评的细一点。虽然我在骂别人，我今天也没有特定要骂哪一个特定对象，就是我觉得这种类型的事件一直都有在发生，很久以前就有在发生，前阵子也有发生被我看到，然后就前几天也有发生被我看到啊，今天又有发生被我看到，所以我就要出来发声。好烂转好硬，好了，马自己安安欢迎你来，嘿啊，不是啊，就是我觉得我今天的那个，我现在讲话真的好跳跃哦，我觉得我今天的那个标题好不友善哦，我很怕被骂。今天的标题就是趁有人翻车的时候消费一下啊，不是，就觉得说有些人翻车的时候。就是因为你消费了不该消费的人，所以你就会被骂嘛。你既然已经消费了可能不该消费的人，那你借我消费一下应该没关系吧？我觉得对。好啦，就是怎么讲啊？就是我觉得有一个让人很让我这种创作者很不开心的现象，就是同为创作者。某一些人在做不该做的事情，会让其他人很困扰。对，首先这个怎么讲呢？就我不知道啦，就是争议新闻啊，或者什么耸动的标题啊，就是总是会比较有流量嘛。像也不一定要说自媒体齁，就是新闻媒体其实也一直都在做一些蛮奇怪的事，比如说标题下标的时候就硬要强调腥羶色。即便这个案件或者是事件本身跟腥羶色没有关系，但就是硬要从那个事件里面找出一些可以拿来用这个来做文章的点嘛。比如说什么，这个大家应该都看很多啦，好像也不用我多讲。就比如说有一台车在国道撞了另一台车，结果开车的人刚好是一个女性，那标题就会写什么正妹驾驶怎样，我就想说是怎样头撞到，可是不这样子就不会写新闻，对啊，这样子让人很头痛，就是对啊，抢目光下流，对啦，简单来说就是这样子，不管是有组织的，就是企业史不是这样讲，就是对，不管是传统媒体还是自媒体，网络媒体，其实都很多啦，那为什么会有很多人选择这么做呢？我觉得就有一个痛苦的事实，就是这样子比较有流量，对所以就是在 YouTube 这种自媒体上也会有类似的现象，就像有一些频道，他做的内容就是专门是在讲一些最近发生的事，就可能是其他创作者发生的事，对，那我觉得做这种报道，其实照理来说完全没有问题，就是你把这个圈子发生的事情告诉给大家，统整给大家，这本质上好像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有这样子的频道，它如果做的内容是比较怎么说呢？以这个八卦为取向，然后可能下标或者是截取重点的时候，都截取一些比较也许对当事人是一种伤害的方式，或是好像也不用讲那么多吼，反正今天的标题就很清楚了嘛，就是趁有人翻车的时候消费一下，对啊，好啦，老实讲啦，我看不惯很久了啦，就是我觉得怎么那么多人都那么爱消费啊？对，就什么叫消费？何谓消费？跟你讲，我做这个跟台语相关的议题做那么久了，遇到这种消费的状况没有少看到啦，哦，真正看足多，比如说什么会不会得罪很多人？我真的要讲吗？我讲下去要被算了，我讲了，我负责，没关系。反正我们今天学到一件事嘛，黑红也是红，没有关系哦，就来吧。反正至少我觉得我讲的好像没有错哦。如果真的有人说服我，让我知道我讲的话错了，我就会公开道歉，好不好？而且我的道歉是什么？我的道歉是真的反省过、有诚意的道歉。什么叫做反省过、有诚意的道歉？你可以说对不起，然后如果你觉得这件事情很严重的话，你可以发一个公告，就是那种白底黑字的一张图，把它发出来，那样看起来比较有像在道歉，对不对？我觉得道歉的时候，那个诚意大家应该都看得出来，就是有一些人可能被骂了之后会假装道歉一下，但看起来根本没有反省。这个我觉得明眼人或是那个阅读能力比较强的人应该都感受得到。好啦，
欧拉夫晚安，你好。来看那个儿子 K 笑，完蛋了，我现在更紧张了。杨思敏晚安，杨思敏阿曼欢迎你来，欢迎来看。对我讲到哪？我讲到哪里？完蛋，太气了，气到真的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救命哦！对啊，也没有特别指谁。那有道歉还算好的，有一些人做了这种很消费的事情之后，从来没有人告诉他，他不该这么做，然后他当然就不会道歉，他根本不觉得自己有问题，这个也让我很头痛啦啊！但我平常就不太敢得罪人嘛，就是今天算例外吗？今天也算例外，对，但是是的，我原本想要把这么凶的内容都放进会线呢。我本来想说，等我收益化可以开会线的时候，要做一个会来啊，今早，然后就是一个像这样子开台骂人的啊。今天被大家赚到，让大家直接看那个试播，你们以后就大概知道这个节目长怎样。林姐谈掉对不对？赚烂了，准备阿蛮还迎，今天来看比昨天的骂倒台还要凶的陈火车。昨天的骂倒都是演的，都是在跟大家打闹闹，这跟说好的不一样。对，今天是真的骂，真的生气，救命哦！这是可以免费看的吗？不行，所以之后有收益化之后，我就把这一集转成会线好了。感谢提醒，等我收益化，我就把这一集转成会线。这个就是那个会来啊金造的第0集试播集，爽没？可以吧？可以吧？很合理吧？对，好啦。对，感谢亚斯密的提醒，没错，今天我刚刚讲到那个做台语这种主题会遇到的消费，对，我要讲那个很危险的了，讲出来好像会骂到一大堆的人的，但没关系啊，就我觉得我讲的没错，那如果你觉得我说的不对，可以来跟我讨论，就可以来说服我啊，如果我真的觉得我错了，我会道歉，好不好？对，但如果你没有办法说服我，或是你其实自己也觉得我说的有道理的话，那就算我赢嘛。虽然我觉得这种事情也不是说要争个输赢，对。空吧 fish， 等一下我忘记你的名字了，因为现在 YouTube 都用那个 ID 来，就是聊天室都只有显示 ID， 没有显示你的名字。空吧 fish 是鱼儿游啊，晚安，欢迎你来看。对，开头要改成 one gay 吗？我觉得你说的不错，你知道吗？我现在可以改哦。我现在可以从后台直接改，我要把杂谈改成 one gay， 救命！太好了，感谢提供。好，觉得被骂到的时候，自己要先反省一下。没错。好，你们那个如果很想要看标题变成 one gay， 你可以按一下 F5， 重新整理一下，标题应该就会变成 one gay 了。我刚刚已经改了。好，对啊，我觉得被骂到自己可以先反省一下。我打好多预防针哦，烦死了。反正就是。因为我真的啦，我基本上今天的评论是对事不对人，我就没有要针对任何人啊，我也不知道我会骂到谁，说不定在座有各位等一下就会突然被我骂到，那我们对事不对人哈啊，如果你觉得我批评的这个行为刚好你有做过，你可以想一下是不是你有问题，如果你觉得你没有问题，那也不错，那你有想过了好不好 ？OK， 好啦。就没有啊！我觉得做台语主题遇到的消费就让我其实长期感到很痛苦的其中一个就是，其实我好像在哪里讲过我怎么记得我在开台的时候有讲过，对，反正就是有一些人喜欢开台语早安台，对 ，Prove Me Round Table 差不多哦，因为我今天开的太突然了，如果我有时间准备，我就真的会弄一个那个桌子的素材。写那个 Prove Me Wrong 或是 Change My Mind， 然后就放着，这样比较有那个气氛，对不对？好，但我们今天来不及，我们就先这样 ，OK。好，对啊，就是好，我今天讲这个比较个人啦，可能有些人不在乎，但我觉得有一种就是台语早安台嘛，台语早安台当然没问题，我自己也开过。对，但是有一种台语早安台，就是那个主播会嘻嘻哈哈的说，哈哈哈，我台语不好啦。然后他可能整个宣传的重点，或者是他开这个台最主要的看点，就是有年轻人讲台语讲得很不好这件事情，他觉得很好笑。然后可能真的有很多人、很多观众也觉得很好笑，但这件事情让我蛮痛苦的，因为就我感觉啦，会开这种题材的主播，
会常常拿这个当成玩笑，就是取笑说，哈哈，我台语不好啊，没办法啊，因为我是年轻人的这种做这件事情，其实虽然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对我没有要苛责大家，因为我相信有很多人就是从来没有遇过有人提出这件事情，从来没有想过这个议题，对，那。我没有真的要就是说你这样很坏啦，但是如果你是原本不知道的话，那你等一下听完我要讲的话，你可能就知道了。那你可以想一下该不该这么做。那如果你是明知还硬要这样做的话，我觉得被骂就是刚好。对，反正我骂你，你也不会怎么样嘛，立马被 game 几 day 吧，对不对？你其实也不会怎样。对，那你选择愿意被骂，然后你觉得这样比较有流量，老实说，尊重你的选择，因为我觉得自媒体游戏有时候就是这样玩的。那我也拿你没办法，那我能做的事情就是跳出来发声嘛，对，就至少我想让观众可以看到有不同的声音，我也是蛮卑微的啦，爽没？对，大概就是这样。好，对，那总之呢，就确实有一些主播他真的就是没有意识到，很多年轻人不会讲台语这件事情可能没那么好笑。为什么没那么好笑呢？我要在这里讲国语政策这段历史吗？不用吧，关键字给你了，自己去查好不好？自己去查什么叫国语政策，然后那时候国民政府做了什么事，把本土语言包含台语跟其他语言就是一并消灭。对，就查一下历史好不好？查一下。对，那可能就会发现有很多事情没有想象中那么好笑。比如说为什么为什么大部分年轻人都不会讲台语这件事情，他可能其实没有那么好笑。对，或者是为什么你的阿公阿嬷本来都是讲台语的人，但是他们会想要讲中文，而且他们讲出来的中文是台湾国语，有一个腔调。这件事情好笑吗？也许你曾经觉得很好笑，我也曾经觉得很好笑，因为我曾经不知道这些事情，我曾经觉得很好笑，好不好？但是我知道了之后，我就笑不出来了。对，那我觉得大家可以想想，做一下功课，因为我觉得对这种文化或是对历史有一点敏感度，是在经营自媒体的时候比较负责任的表现啦。也不是说你一定要负责任才能成功，但是我觉得除了金钱跟名声之外，有时候有一些更重要的东西，可能值得你追求一下吗？值得你稍微下一点功夫吗？对，也许是这样吧。OK， Gaki 阿曼啊，不是 Gaki 早安，嘿，欢迎你来，嘿。猫猫卡爱说什么？其实只针对某个人也不是办法，觉得是整体的氛围让他们觉得可以这样把别人的苦难当作玩笑。对于无法改变这种氛围的自己，也有种无力感啊。其实我常常这样子啦，我觉得我跟猫猫卡爱的那叫什么经验吗？就是想法可能蛮接近的吗？就是我今天是第一次在这种公开的地方，第一次开台就是痛骂这一类的行为。但是我之前虽然我还蛮避免自己公开这样讲的，但是我其实是会躲起来，跟我的朋友一起讨论这种事情，然后就是会简单来说就是会偷偷批评一下。对，那批评完之后也会觉得然后呢，就是我觉得这个行为可能很不好，有些人在做一些不太好的行为。那我批评完之后呢，就是整体氛围有因为这样改变吗？哦，拍摄朱聪没去跟你小姐问朱聪阿妈欢迎你来，晚安，对啊，就然后呢，我可以做什么？那我就想一想，就是好啦，就是好像我能做的事情就是去做我认为好的内容吗？就是去提出一些我觉得提出批评的声音也是蛮重要的啦。毕竟我从对这一类的议题完全没有认知，到变成有认知的这个过程，也是因为我在网络上或是其他地方接触到这种声音啊。就比如说我在5年吗？6年，忘记几年了。我在6年前应该吧，就是从来没有想过，台语这个语言正在消失，而且它会消失，可能不是很自然的事情。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啊，我怎么会知道？因为我在看 YouTube 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叫做阿华塞 MC， 一个叫做一个叫啥？等一下，他的频道名字，反正他是阿华塞嘛，然后他的频道是足英台三声的蹦逼胖，嘿，就是这个频道，他有一个影片，就是在告诉大家说，台语以后会消失哦。然后我本来完全对这件事情没有认知，但是我就是听到了有这种声音，有人做了影片讲这件事情，
我才知道有这回事，对，我才知道有这回事。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就对于这个整体氛围感到很无力的话，你可以休息。其实真的你可以休息，就是不是每个人都有义务要去教育其他人，这件事情太累了。但是如果你真的很想做点什么事，又不知道要做什么的话，我觉得把这种声音呈现出来，就是一个我个人的经验上就是最直接的方式。对，我觉得最近几年就是大家对那个台语的这个语言的地位不太正常，对这件事情的认知好像有改善欸，可能有吧，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的同温层长这样，对，但我觉得好像有欸，就可能也是因为有蛮多人很认真的在一直讲这件事情，一直提醒大家这件事情，所以大家才会知道要考虑到这件事情。对啊，没兴趣就不要理解没关系，但是如果你听完之后发现很想多了解这件事怎么办？对，所以我觉得好像要有人出来讲话，要有人出来表达一下这种声音。对，所以我今天开这个台也是啦，我想说一部分是换我蹭流量，对，但就想说好像可以不用太自我晋升嘛，就是好像我觉得我这样有点太不敢讲了啦，有点太怕得罪人，但是你知道吗？就是你怕得罪人也没有什么好处，对，那就对啊，而且都没有人讨论，很恐怖啦，所以就是宁愿就是两坨人在吵架，至少也要让这个议题有点浮上来嘛，浮上台面。对，好，我也不太知道今天具体要讲的议题是什么，反正就是我觉得消费 bad， 对，不要消费别人的痛苦来成就自己的流量，好不好？就是对啊，就是也许你可能不知道啦，你可能本来没有意识到啦，真的也没有要苛责大家，就是每个人能知道的事情就有限啊。对于很多议题，我可能根本也没想过啊，我也不理解啊。像什么，像不知道多久以前啦，反正就是我小时候好了啦，可能我小学、国中的时候啊，我哪知道流浪猫不能喂啊？我就想说流浪猫很可怜，没饭吃，所以看到有人喂的时候，我不会觉得那是什么坏事啊。啊，就是因为没有人告诉我没，对啊，如果有人告诉你了，然后你就自己想一想哪一个是对的，那如果你有正常的判断力的话，你就会得到一个，你得到的答案应该不会跟多数人差太多啦，我是这样觉得啦。职场怎么都看不到大家吵架，我其实也没看到很多人吵架，可能我的演算法不太会推给我这种纯吵架的嘛，因为我其实蛮不爱看的，但是对啊。不是流量猫，我是蛮需要流量猫的啦，对啊，大家知道流浪猫不能乱喂吗？不知道为什么的话，自己去做功课。我今天没有要教育大家，我今天只是就是纯开喷、纯蹭流量，对，是的就是不是啊？人非圣贤，哇，我今天好会卖弄经典的人都有讲哦，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对不对？就大家总会犯错嘛，总会有做错事的时候啊。呼吁大家，如果做错事了，你就好好道歉啊，好好反省一下，好不好但是如果我不知道我觉得大家在发任何文的时候，尤其你是公众人物的话。你要发任何的文，或是你要做任何的宣传之前，可能都还是要想一下会冒犯到什么人。对，那对方故意3番2次进犯，就要把他弄熟，孰人无过是这个意思吗？已经被煮熟的人就没有办法犯错了，原来是这个意思吗？学会了，谢谢伊藤绿茶，那个大家参考哦，不是我说的，伊藤绿茶说的。对，我强烈不建议大家这么做。这犯法哦，这犯法。好，对啊，就是，可是我不知道我觉得，对啊，经过了某些事件之后啊，就是，这个也很常见就是很常会看到有人说什么台 V 数值就这样，对不对？哦，先人怕够有时车，涨价讲到这句对不？昨天是不是有讲到这句？还是好几天前？我们前阵子是跟伊里开 Minecraft 的时候吗？先人怕够有时车应该是跟伊里开 Minecraft， 卡无打叉下人无，对啊，就没错啦，就是好啦，就也没有要很苛责。其实我也是个蛮
蛮 chill 嘛，对，但我还是觉得，大家那个如果自认为是一个嗨一粒丸，不是一粒几粒，好，我还是叫你几粒好不好？可以吗？一粒，我可以叫你几粒吗？你会介意吗？因为我想说这样跟一粒太容易搞混了，所以我以后还是叫你几粒好了。晚安，吃饭没？虽然现在有点晚，大家应该吃了吧？好的。讲到哪？就我觉得，如果你要自称自己是一个自媒体经营者的话，最好还是发文前想一想，有一点那个吧，专业素养。感谢几点，好，可以，太好了。台语比较好区分，比较不会搞混。对啊，就真的假的啦？猫可爱还没吃晚餐，那该把猫吃了。猫是储备粮食，没有啦，开玩笑的。等下去吃一下，买个东西来配火蛇的台也不错啊。我有吃晚餐，但是我最近在控制饮食，我觉得我吃的蛋白质好像有点不够我等下可能应该要吃个水煮蛋之类的。哇，好健康哦。我觉得啦，就叫阿妈妈，可是我今天没有要讲吃猫眼上，开玩笑的，很明显吧？喂，很明显知道是在开玩笑吧？不要这样哦。猫派准备爆破，我今天没有要讲太多台语，阿嬤敢会听无？歹势阿嬤，今日用中国话咧，甲一寡人批评。今日主要无要讲台湾话啦，因为想讲，可能有一寡欠的人，可能听无台湾话，安尼讲好无？无啦，我平常时间无遮歹啦。虽然讲昨嘛共歹，今日嘛共歹，无迄拢是咧做表演尔吼。因为我知影有的人爱看吼。我 DC 群很久没有发猫咪的照片了，难道他没有？好了，我等一下拍一张好不好？很奇怪，我还要交作业让大家安心哦。每天拍一张证明我没有吃猫，感觉就不好吃啊。希望做自媒体的有点素养，不要乱吃猫。不是啦，不过的确会觉得就是希望，如果你要自称是一个自媒体经营者，或者你要自称是一个我不知道whatever， 你要自称是一个 VTuber 还是什么，就是你可能要有一点那个，这叫什么专业性吗？职业道德，就跟那个记者报道一样，职业道德，对，但好像也不能怎么样。这就没有什么强制力。骨头妹，晚安，欢迎你来。站这里老少皆宜，我不知道啦。那个今天就是在骂人啦如果有人觉得被骂到了，我就只能说我对事不对人，对事不对人。好，我现在有一些话想要跟那个，虽然我也不知道会不会有这种人来看我的台，就是有一些人会说什么台 V 素质就这样啊，台 V 就是都会搞一些言上，讲一些屁话，被烧活该。我觉得啦，就是怎么说呢？你知道吗？当台 V 不用考执照，对，当台语老师还要考执照，你知道吗？当台语老师要考过那个教育部的那个台湾台语，现在是叫台湾台语，还是改回来了？改成台语了没？反正就是你要考教育部的台语检定，要拿到中高级，然后在那之后，你还要去经过一个训练，然后去训练一下那个你的教学能力，然后通过那个检定之后，你才可以去教。但是当 VTuber 不用考检定，什么意思？只要你有钱弄到一个皮，你就可以当 VTuber 了。所以任何人都可以当 VTuber， 所以就算你没有什么职业道德，你没有什么任何专业素养，你就只是披着那个你的皮，然后想要随便讲一点任何话，那你讲出来的话有时候可能会得罪到人，或者是做一些不太好的行为，那也是很容易可以发生的事情。对，我觉得猫猫卡爱说的点也是，就是乱讲话的台 V 推文特别容易飘出 V 圈。对啊，就是之前那个好一阵子之前，可能几年前不知道。6、7年前，好像更久10年前吗？那时候的 YouTuber 就也有一些很红的那几位，就我不知道如果大家有经历过我说的那个时代的话，看知道我的意思，就是那个时候应该也会有一些声音说台湾 YouTuber 怎么都这样啊？但其实就是因为他们做了一些很争议性的事情，然后让很多人看到他们，反而让他们变得很红。有时候是会有这种事的，对啊。
所以其实好像不能说是因为这个圈子就是烂才这样，其实是因为烂的人比较容易，那叫什么？好像有一个俗语在讲这件事情吗？反正就是做的行为比较过激的，比较不正常的，比较特别的，比较疯狂的，就会比较会被大家看得到啊。对啊。劣币驱逐良币，好像是这样说没错，我好像是对，想讲好像是这个，然后还有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差不多意思，对我觉得都对，都蛮像我想讲的，就是对啊，就10年前的 YouTuber 也是被大家讲嘛，也是被大家这样讲嘛，对，虽然现在可能好一点吧，就是因为大家认识的 YouTuber 也比较多了，那对，就可能就想到一些比较知识型的，比较可能有一点职业水准的，对，就会觉得 OK， 对。哪一个行业不是特别烂的有曝光度？对，没错，对，就是对啊，你要硬说所有就是整个行业整个业界都烂，好像就不太合理嘛，没错，这边阿嬷公，谢谢我昨天照顾，也谢谢陪孙女，不会，这是我的荣幸。好好奇是谁？什么意思？我今天没有特别针对谁，而且我想要同时凑很多件事情，我其实想要同时批评蛮多件事情的，但我都不想要讲的太明确啦，对，就。因为我为什么不想要讲的太明确，也不是说怕得罪，只是不是我的本意。我今天的本意不是说要大家去痛扁某个人，说这个人做了很不应该的事情，扁他，没有啦。我的本意不是这样，我就只是想要跟大家提一下，就是可以想一下，就是我希望大家遇到这一类的事情的时候，我也希望我自己可以这样，好不好？我觉得我今天也是一部分是讲给自己听的，就是我希望之后我看到这种很欠批评、需要被批评一下的事情的时候，可以去勇于批评一下，勇于讲一下，不然好像有点不好，就是放任这个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对，或者是就放任这个坏事传千里的状况，好像不太对。因为我觉得，如果大家同样是这个圈子的人，然后当我们看到，就不管你愿不愿意，我觉得。不管你愿不愿意，只要你会被称为台 V， 你就多少会被跟其他台 V 绑在一起讨论。对，我也是，那在座的可能蛮多人也是，比如说骨头妹也是嘛，对啊，还有未来的猫猫可爱跟未来的阿金，对，你们可能都是。对，我们今天还有谁？我们今天还有子昌银白，对啊，Gaki 算台 V 嘛？这我不太确定，要看 Gaki 的自我认同。对，还有亚斯米也是啊，就是大家在讲台 V 怎样的时候，你们应该也会觉得有被 Q 到吧？应该还是会吧，对不对？对，所以我觉得，既然我们都会被绑在一起讨论了，那如果有一些被大家定义或是被大家贴标签为这个圈子的人，他做了一些不太应该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好像可以勇于去讲出来。就是我不知道，我觉得如果是一个平常没有在接触 VTuber 圈子的人，然后他今天看到了某种，比如说有个 VTuber 讲，有个大伟 VTuber 讲一个非常不应该的话，对，然后就烧起来了。比如说他得罪了一些弱势群体，讲了一些种族歧视笑话之类的，对。那如果今天这个不熟悉 VTuber 圈的人，然后随便刷了一下推特，结果他看到的是很多其他的同行都在批评，都说这件事情不对，你怎么可以这样做的时候，他会不会就比较不会觉得台 V 就是一个粪坑？对，今天用词比较激烈，但大家应该懂我的意思。对，所以我觉得这好像是我们可以做的。对啊，虽然我之前就是比较不太想引战啦，就是其实没有很想要得罪人，但是我想一想，觉得好像就事论事的话，还是发声一下比较好啦。对啊，如果你觉得直接骂人，感觉好像在公关上好像不太好的话，如果你很鸡婆的话，你也可以看到某个人讲了不该讲的话，私讯他，跟他提醒一下，没有不可以啊，投个棉花糖也可以吧。很多 VTuber 都有棉花糖，那我觉得棉花糖就是一个不错的管道，就是你也可以匿名，他也不会知道你是谁，然后你又可以，他又不一定要让别人知道有人跟他反映这件事情，但是你可以跟他讲一下，就是好像不该这么做，对，这条不安忙，可以困，明天要上课了，你要睡饱一点，对啊。妈妈可爱其实会难过，就会觉得明明还有很多台 V 很努力，但是不会讲那些哗众取宠的言论，就会比较没被看见。对啊，我也没在怕让你们知道啦。
我也蛮难过的啦。就是我比较容易跟大家分享的，就还是毕竟我比较主要在做的议题就是台语相关的嘛，就不是啊，就有一些我没有要针对谁，我觉得我看到很多，就是有蛮多 VTuber 朋友可能就是会打着推广台湾文化吗？也不一定要讲台湾文化，就是有一些人会觉得自己在教台语，或者是做一些跟台语有关的企划，对。但是我没有要苛责任何人哦，我要讲清楚哦，我没有要苛责谁，我没有要真的要骂谁。但是这些人他可能执行这些企划的方式啊，或是他没有意识到就是怎么样对待台语这个语言，怎么样对待这个议题，可能其实是比较好，比较不会消费的。对，可能有一些人是真的不知道怎么做，真的不知道怎么处理，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历史一个很大悲剧造成的问题啊。我们今天也没有要讲太多，反正应该蛮多人知道我在说什么。就是如果不太熟悉的话，也是可以查一点相关的历史，做一下功课会知道。对，台鲁阿蛮欢迎你来，晚安晚安。对啊，就是我觉得，毕竟大家对台语这个议题很陌生。我说的大家就是圈子里的多数人，就是可能很多人，比如说根本不知道台语可以有自己的一套文字，把它写下来。谁知道啊？学校又没有人教，哪知道啊？对不对？所以，比如说我随便举例哦，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这样做，我真的随便举例。比如说，今天有一个 VTuber， 他想要教英国人讲台语，他很可能会怎么做？他很可能，因为他根本不知道台语有标准化的文字，他很有可能就会用中文的谐音去拼台语，然后去教。对，可以怪他吗？我觉得我其实常常觉得不行，因为从他以前出生一直到现在为止，他很可能都没有接触过这个资讯，从来没有人告诉他台语可以有标准化的文字，那他不知道，我就好像不能怪他，对不对？对，所以就没办法啊。但是很可能这些人他可能是流量很大的 VTuber， 对，就会觉得。也不一定只有 VTuber， 其实 YouTuber 也会，对啊，我觉得今天也不用分那么细，就是任何的创作者都有可能是今天被攻击的对象，没有啦，不是要这样讲，对，但是就会有一个无力感，会难过啦，就是会觉得我好像我比别人较认真，我比别人较打拼，为怎样流量较歹看，对啊，就我也没有比较不努力啊，可是流量就比较难看，怎么会这样？这也没办法，对啊，这也没办法，这肯定是我不够努力，对不对？对，好啦，反正就是这样子。乱北看呢，扯好远。对啊，更怕的是遇到事情完全没有人讨论，就表示这个议题或是这个圈子已经死透了。对，这很可怕。对，这的确很可怕。林硕。会叫你林硕吗？会不会听起来太装熟？君林硕，晚安，欢迎来。我应该叫你玲玲，对不对？你说可以叫你玲玲。欢迎用手机看哦，只要会让我得到时数，我都很开心哦。虎头妹的年代只有口耳相传。对啊，就是很多人学习台语的过程中，就真的只是纯听，根本就不知道那个字可以写下来，没有人知道。对啊，这就没办法因为我也曾经是，哇，真的假的？哇！这真是我的荣幸啊！Emily， 感谢 Emily Smart 的降落。天哪，欢迎你来。我们今天在讲一些很可能烧起来的话。那如果你们，我还是那个啦，我还是打一下那叫什么预防针嘛。我今天有打这个警语哦。今天的讨论都是对事不对人，如有雷同那就雷同，我没有要针对谁。好，总之感谢 Emily Smart 的降落，开台辛苦啦。感谢你带大家来看我。安 Emily 安晚安，欢迎我昨天才开骂倒台，然后今天就在痛骂，好累哦。感谢骨头妹，现在谁讲台语就推火蛇，让我发扬光大，谢谢。我发现有蛮多人都在做这件事情的，就是
比如说有人在什么地方啊，比如说阿发发或者是避难所啊，或是任何其他地方，就是有人在说那个有哪个 VTuber 会台语的时候，或是什么想要做台语相关的企划，我可以找谁的时候，哇，好感谢！我看很多 VTuber 朋友或者是有一些观众都会帮忙推荐，就是会说陈火蛇还不错。我是真的很感谢大家，我真的很开心，就是会让我觉得我的努力好像有看到，就有被大家看到啦。对对对，那还是真的是靠大家，就是我想要变得更大，我就是靠你们了。对，真正感谢啊，大家看行。哎呀，我觉得猫猫卡爱说的点蛮有道理的，就是其他 VTuber 可能会看在情面上，就真的不好意思开骂，因为可能是未来的合作对象。对，但是不骂的话，就可能也会有人觉得 V 圈就这样。我觉得也不一定要说 V 圈外的人怎么看啦，就是我自己身为一个那个 VTuber。我就会不希望其他 VTuber 一直做一些就是很明显是不太好的事嘛。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变好。对，那其实骂是一种比较激烈的沟通啦。对啊，就也没有要树立敌人，好不好？对，哇，真的假的？真的假的？谢谢月台的降落，天哪，这真是我的荣幸。感谢各位大小姐的降落，感谢也带大家来看我开喷。月台开太辛苦啦，好好休息，或是来聊天室一起骂也可以。你骂完了换我，太好了，来了正是时候。不是哦，我又要再讲一次。我昨天才刚开骂倒台，我的喉咙已经快累死了。我今天又要继续骂吗？而且昨天的骂倒台都是演的，今天的不是演的，是真的在生气。一个骂倒八方降落，谢谢八方来财。好啦，接棒开骂哦！我之前有透露过，我想要办接力歌回，我没有想过可以办接力骂倒，太好笑了。好，嘿 ，Penlos， 欢迎你来，你还给予支持吗？谢谢，真是我的荣幸。对，那我继续努力骂。对，我们今天可能我可能骂到12点吧，对我应该骂到12点就真的不行了，或是我的喉咙提早报废，我就提早休息，我尽量。对，好。现在台语 V 只会想到阿慧，所以什么时候要教你台语？我有那个接力歌回要找，一定啊，就是等一下我一次聊太多件事情，我一件来，拍谁，一件来。我们还是照那个留言顺序。好的，Emily 说就是看我在消费才过来的，谢谢。那我的标题下得很好，对。零担心自己的台语，因为都是文讲台语。你说你讲的看不文言是不是？我记得你有要募资那个你有要募资布袋戏形象，对不对？对，有要募资布袋戏偶的实体化。可能如果是大家看布袋戏学台语的话，可能都比较看不文言，讲出来的话都很文言。对，那如果在担心的话怎么办呢？没关系，这个我等一下一起讲。对。然后那个银白说看台语一直会想到阿慧，什么时候要去教你台语？好，我一直有做一个系列是台语到府家教，对，大家如果在看我的台的话，可能会知道。然后 Emily 也知道，因为我去过，我去找过 Emily 教她唱 Hyper 龙。对，那这个系列之前都是这样的运作方式，我应该可以讲吧？我应该没有什么好那个，对，就是我这样的运作方式都是我去按人家门铃。然后就说，你要不要学台语？如果他说好，我就会在他那边就是做一集的，或是可能不止一集的台语家教。对，但如果有人想要被我教的话，可以直接跟我说，就是你们对啊，两位有我的 Discord 啊，你们可以从我的 DC 密我们就可以约时间，好不好？可以跟我说想要学什么主题就好，然后或是你要在其他地方私讯也可以。然后各位观众朋友，如果你觉得你推想要学台语，或是你很希望你推被迫学台语的话，可以跟我说，我可以去邀请他。你也可以跟你推说，然后请你推来联络我，都可以哦。对，然后我忘记跟 Joseph 打招呼了，拍谁？我看一下你的名字，你的名字是，就真的是 Joseph from Joseph Tavern。Hi Joseph， 晚安，欢迎你来。拍谁？刚回比较多话，所以那个没有及时跟你打到招呼。对，是的，还以为说观众朋友想学台语就要出道才会到府家教啊，不是，观众朋友就看我的那个，就看我去别人家到府家教就好啦，就会学到很多实用的台语啦。对啊，像月台对我们这位，等一下，我没有给月台扳手，真的假的？天哪，这还真是太失礼了。月台现在是我的好朋友，我一定要给他一下我们的扳手，这样我就可以使唤他帮忙管秩序了。计划通，好朋友的用途其实是这样子啦，哈哈。
好的，对啊，没错，例如大便的不同说法，对啊，上次在月台那边就有教了非常实用的关于那个排出体内废物的一些台语，对，在月台的台学了很多你爱的便便台语，对吧？对吧？很实用吧？很实用吧？对，大家有想学什么特定主题可以跟我说，我可能就会去找会想学的人，对。或者是如果你是 VTuber， 你可以直接跟我说你想要学关于什么的台语，我们就可以来约一下。对，好，讲到哪位啊？反正就变成在聊天嘞，怎么没有继续痛骂嘞？怎么会这样？好啦，反正就是这样子啊，就是呼吁大家不要乱消费，好不好？拜托，其实你消费会让一些人很痛苦哎，我不知道大家普遍有这个 sense 吗？就是会觉得不可以消费。就我还有看到有人有发文，对啊，朋友来太开心，有人来降落，我真的太开心了。我应该要把握这个机会，展现一下我骂人的魅力，对不对？如果有那种东西的话，好，我本来要讲什么嘞？没有啊，就我还有看到也有人对于某些事情我想一下怎么讲才不会太针对呢？我不知道我觉得看了头很痛就有人发了敏感度比较不够的文，然后就是得罪了很多弱势族群。之后呢，就可能有人给的一种声音，就是会觉得觉得我们的观众本来就不会冒犯，不是我怕人家来看我的台。我今天这个标题叫做趁有人翻车的时候消费他一下。如果人家想说这个人是要呛我是不是，然后来看我就树立敌人了，这并非我的本意。感觉火车气到语速变快，真的，我觉得我今天讲话超快的，结果我就在同样的时间里面讲更多话，然后觉得好累，怎么会这样？我明天又要休假一天了，谢谢大家。虽然我明天本来就不开台，对，好，没有啦，就真的呛下去吗？真的假的？其实我今天的这个，我自己是一个想很多的人。对，我以前年轻的时候，虽然我应该还是很年轻，对，情绪高昂的时候会晃来晃去，是不是？对啊，那这样你们听得很痛苦齁，忽远忽近，好，不好意思，我不要乱动。对，我其实一直都是一个会容易想太多的人，对，然后就是。等一下，我真的讲不会话公良威，我是一个很容易想太多的人啦。然后我就会觉得，我今天这个标题真的可以吗？虽然好像很想要用一个耸动的标题博取一下流量，但是我这个标题会不会伤害到人？我想过了，对，其实我们说明栏有写，就是不是我今天在做的事情，我就是在骂喜欢消费别人的人。对事不对人，对啊。如果你觉得被骂到了，你可以反省，或是你可以说服我还是错的，你可以试试看。对，就如果你今天是补档的时候才看到的话，你也可以用留言，我们可以讨论，好不好？或者你可以丢棉花糖都可以。对，他们先伤害了我，没有错。台语这个议题可能是吧，可能我觉得有被冒犯到啦。对啊，如果说弱势族群的话，我其实也不能帮别人代言，就也许我并没有真的被冒犯到，但是路见不平。拔刀吗？算吗？对，拔刀相助，就还是批评一下。对，那我想讲的是，我今天的标题叫做什么？趁有人翻车的时候消费一下。为什么我敢这样写呢？不是，你可以消费弱势族群，或者你可以消费历史伤痛，或者你可以消费还有什么？你可以消费天灾人祸的受害者。那我也可以消费你啊，对不对？对不对？我觉得你在做任何坏事之前，都应该要想到你也可能会被这样对待。我一直是抱持着这个信念活到今天的。对，像我今天是公开骂人，我做这件事情的同时，我就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有人要公开骂我都欢迎，好不好？就你可以骂啊，你可以骂啊，对啊，就我敢这样做，就代表我可以被这样做，好不好？要有相应的觉悟啦，对。就我不知道如果你在路上看到一个可能那个体格跟巨石强森接近的肌肉男，然后你手真的很贱，你想要去扁他2拳，你就应该要有觉悟，也不一定要是肌肉男，对任何的人都是。你今天就是平白无故，我就可能讲小朋友行为比如说你是一个国小生，
然后你在走廊上看到一个隔壁班的，你就手很贱，你就想要去揍他2拳，你必须要有相应的觉悟，你也会被揍2拳。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怎么讲，也不是要提倡暴力啦，但是你在做任何可能会伤害别人的事情的同时，你就必须要认知到你有可能会承受相对应的代价。我觉得是这样子。对啦，就是骨头妹说的啦，就是这句啦。对啦，想要对别人怎么样，你就要有被怎么样的觉悟。对，所以我今天直接开台骂人，我就已经有可以被开台骂的觉悟了，没差，真的没差。对啊，大家听完觉得谁讲的有道理啊？自由公平，对我们就是这叫什么？就是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就是这样子。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概念。我发现有些人对言论自由的认知好像怪怪的，就趁机跟大家就是啰里吧嗦一下。我其实蛮爱啰里吧嗦的，对，其实我是说教男啦，其实我是那个 mansplaining 的既得利益者，我超爱男性，没有啦，我没有很爱男性说教，只是我刚好是男性，然后我在说教。对，总之我其实蛮热爱说教的，今天被我赚到，有这个机会说教还有人看，好爽。好啦，我本来要讲什么？什么叫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就是如果你今天讲了一个笑话，然后很多人觉得不好笑，然后很多人觉得被冒犯，然后他们一起骂你，那个不叫做没有言论自由，那个叫做大家都有言论自由哦。如果你今天期望的是你讲了一些话不会受到批评的话，我觉得你有几个办法。第一个办法是你不要在公开场所讲这些话。什么叫公开场所？如果你的账号是公开的，你发出来的文可以被所有人看到的话，这就是一种公开场所。所以你今天如果在公开的地方发文，然后讲了一些会冒犯人的话，然后有人被冒犯了，跳出来骂你，那是理所当然会发生的事，因为他有言论自由。对，那当然你也有言论自由，所以你想要讨骂是可以的，是可以的。对，没错，你要做什么事情就要有什么样的觉悟，你自己要讲话得罪人，你就要有被骂的觉悟。我觉得这真的不过分。林峰是叫林峰吗？现在 YouTube 都只显示那个，我真的要看一下你的。是的，是林峰。你好啊，林峰，晚安晚安，欢迎你来。对啊，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我想要讲的是什么呢？我想要讲的是言论自由就是这样子啦。就是我今天，比如说今天我开这个台，就是我觉得我想要就站一个立场，对某些事情发声一下，对啊，任何人都可以来靠北我，可以，任何人都可以指着我的鼻子骂。任何人都可以引用我的这个直播，然后在推特上骂一大串，说这个人是怎样啊？有人翻车，然后已经道歉了，还硬要开一个台来骂，硬要蹭，是不是？可以，所有人都可以这么做，因为这是你们的言论自由。对，那如果你今天对，我们接回去，刚刚在讲的是，如果你今天想要的是你讲的话，任何的话都不会被批评的话，你有2个选择。第一个是你不要在公开的地方讲，对，你就自己锁账号，在一个没有人看得到的地方。在你的同温层，在你的朋友小圈圈，或者是在你的艺人群组，就在那边骂不会有任何人出来骂你。对，还有另一个方法是什么呢？另一个方法就比较困难了。另一个方法就是你要成为，这可以讲吗？你要成为威权，你要成为威权制度下的那个威权，那就没有任何人可以批评你，因为批评你的人都会被你变不见。只有这2个办法啦。第2个办法太困难了，你可能要投胎投对胎，或者是我还真的不知道什么其他方法对，但就是这样子。对第1个方法比较简单，就是你躲起来，对，你躲起来。你觉得躲起来自己讲很孤单的话，现在的 AI 都很方便，你可以有一些 AI 朋友，对，像什么有那种跟 AI 聊天的软体呀，对啊，你可以，我不知道啦，我没有在用这个，但是我想应该是可以设定说叫他不要反驳你，对，那你就可以用这种软体。然后你就可以就是我不知道，你跟一堆 AI 就一起组成一个群组，然后你就讲你想讲的，然后他们都会附和你，不会有任何人跳出来骂你。你想要这种温柔的世界的话，你可以自己创造。幸福爱靠自己争取，我一直在呼吁大家，幸福可以靠自己争取。对，你可以用这个方式得到幸福。于是阿曼欢迎你来，晚安晚安，欢迎来听我痛骂。还有陆山阿曼欢迎你来。今日咧骂人，骂到做欢喜的，想做欢喜，因为
因为有两个的好朋友，有两位 VTuber 好朋友，带那观众朋友来给我看哦，我觉得收割很多流量，超爽的。啊，就不是啊！再讲一次，你可以消费别人，踩着别人的伤痛得到流量，那我踩你一下，获得一点流量也还好吧？没关系吧？没关系吧？没有很过分吧？没有很过分吧？借我蹭一下啦，借我蹭一下，不好意思啦。如果你觉得被骂到，然后觉得我很靠腰，就对不起，对不起。以后想合作还是可以哦，真的可以，真的可以。我没有要树立敌人，对，我们可以坐下来聊聊这件事情。可以请问台文检定该怎么考？台文检定啊，虽然今天本来没有要讲这个话题，但 OK， 因为如果是这个话题，我还蛮乐意分享的。对，哎，感谢猫猫可爱的补充。对，想要考试准备可以加入那个火蛇的 DC 群讨论，没错。然后我现在的 DC 群没有特别专门 for 考试的频道，但你们如果有想要的话，可以跟我说，可以开一个，你们就可以一起互相勉励，然后准备考试也不错。我考过是有点久以前的。反正就我所知，台文检定有我知道的有2种，一个是教育部的台语能力检定，我考过的是那个，然后另一个是成大，对，先攻大学有一个是北维基的，就是他用的字的系统不太一样，但是一个我没考过，但是我感觉好像比较难的考试。对，那如果你考完是想要拿来，我不知道你的用途是什么，如果你是要去当台语老师的话。会很难吗？我不知道啊，北维基的我没考过呢，成功大学的我没考过，我的印象是很难，然后也比较贵，但我真的没考过，所以我不知道啊。我觉得教育部的很简单，我觉得教育部的比较简单。对，如果你今天考这个的用途是你想要啊，今晚还在报名啊，我都没来关注这些讯息耶。对，那请大家可以帮我贴一下，帮我分享一下。我讲话好累哦，你们帮我讲一下好不好？谢谢，拜托了，拜托了，今天真的是一直在讲话啊。好。就是我喝一下水。如果你考台文检定是要去教书，或者是你想要写在我不知道那个什么学习历程档案可不可以放这个？这我不晓得啦。对，因为我参与的年代没有那种东西，我就老对。反正就是，如果那个可以放的话，那应该用那个教育部的也可以。对，你考 A 卷哦 ，A 卷简单啊 ，A 卷简单，你知道吗 ？A 卷的简单程度是，如果你只会汉字，要怎么样才能只会汉字呢？如果你有在 KTV 唱台语歌的话，你可能就大概会知道哪一些汉字是用台语念出来是什么意思、什么声音。对，所以要熟悉汉字，对很多人来说比较简单。对，就我所知 ，A 卷。就是如果你只会汉字，但是你不会那个台罗的话，还是有可能过。A 卷是真的简单，因为我知道就有人是那个汉字好像全对吧，或是几乎全对，汉字对很多，然后那个台罗全错还是能过，因为它里面台罗的好像只有听写会一定要用到，是不是？那个比例真的太低了，所以考过 A 卷我觉得是蛮简单的。我自己考的是 B 卷，对，我自己考的是 B 卷啊 ，C 卷好像真的有点难，我没考过，但是我听别人分享，就是有一些东西我是真的不知道。对，我台语没有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好，对，但是我能做的功课我会做，我不会乱消费。是不是不能裸考？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母语者，然后你的台语非常强，然后你可能还有我不知道就是常常在使用台语的话，裸考 A 卷是有可能的。但不保证啦，还是读一下啦。你报名费都缴了，你都要特别抽一天去考试了，还是可以准备一下啦。我是觉得还是可以准备一下。怎么准备呢？加我的 Discord 可以问大家。对啊，只有听写哦，对哦，只有听写用到罗马字嘛。那个选择题那些的不会，对不对？然后如果你本身就有在用台文，你平常在网络上就有会用台文跟别人交流的话。似乎也可以裸考，因为我的 B 卷就是裸考的，没有要唱秋啦，没有，不是这个意思，没被电。但是因为我考 B 卷的时候，我是已经有用台语在做一些自己想做的内容了，然后有在网络上会用台语文，没就是用台文讲那么多，用台文在跟其他人传讯息还是发文了，所以我 B 卷裸考有过，对。但是如果你没有任何台文或是罗马字完全不会的话，我觉得 B 卷可能没办法裸考。
对，但如果你台语超强，你只是文字上还没有学会的话 ，A 卷裸考可能可以吧。讲太多了。好精英哦 ，B 卷裸考，我还知道有人 C 卷裸考还过的嘞。啊，不是我，那个才是精英，好不好？那个才是精英。好，今天讲到哪？本来还有什么要骂的？有吗？就差不多骂完了，也累了。你们可以提出一下，有没有什么想要我延伸的，或者还有什么想要提出来的看法？对，反正大概就是这样吧。消费身心症，对啊，就我觉得各种消费都很不应该啦。我不知道我觉得有一些，我觉得有一些那个基本的道德素养嘛，还蛮基本的啊。对，这很重要。去考试还有小礼物，对，那个教育部的台语检定最厉害的就是每年都有，就是你只要去考试，你全部都有考，就是你不能报名之后那个缺考啦，但是缺考不算，但是你都有考到的话，会送你小礼物。会送你小礼物，对，然后每年好像都不一样吧，每次都不一样，对有一些真的很可爱，对我知道什么零钱包啊、红萝卜小袋袋啊，还有什么我忘记了，对，因为我不知道说不定有人会每年都考，而且我记得他的报名费还蛮便宜的，报名费蛮便宜的。然后如果你是学生的话，可以问一下学校，有一些学生问一下学校帮你报名的话，好像学生可以免费的样子，对，所以可以问一下。怕会没时间哦，还会考哦，好年轻，还会考，会怕没时间，这个我就没办法给建议了。这个为什么我没办法给建议呢？因为我有那个职业道德，我知道我要为我讲出来的话负责，所以我不能乱给建议。对，这个超出我的能力范围了，可能你要找。我不知道你们学校有生涯辅导课吗？有生涯辅导老师吗？有的话，也许问他会比较有参考价值。对，毕竟他是你的生涯辅导老师，那是他的专业，也许可以问他。因为我并不知道你的台语的流利的程度，所以我不知道你准备这个考试会花掉多少时间，我也不知道你的会考需要花多少时间，所以我没办法给你这个建议。但如果是会考完之后，基于自己的兴趣想要去考一个检定的话，我是非常支持的哦。然后如果你问完之后，你确定你想要考的话，再次推荐可以到我的 Discord 里面，可以得到一些，可以随时发问，应该可以得到一些帮助。顶摆嘛摕到足够注意的袋啊，好像很多次都是可爱的袋子，对不对？对啦，是延伸啦，不是延上啦，还有要延伸的，不是还有要我延上。你要逼我延上的话，你就是随便抛一点话题出来啊，我不小心接上去了，就烧起来就算我的，好不好？希望我可以糊弄过去。红萝卜小袋袋感觉好可爱，我没有看到图，因为我没有在关注那个第一手资讯。对，好啦，当年有2摆的机会堂课，我也记得好像是每年会考2次，每年会办2次，没有喜欢吃猫，别乱讲，猫感觉就不好吃。那个我是一个啾厨，我记得啾第5部里面有说，应该是米斯达说的，米斯达就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感觉猫之类的动物就是比较，好像不是感觉，他吃过吗？我忘记了，反正就是通常好像就是草食动物会比较好吃，对不对？肉食动物好像通常比较不好吃，对，所以可能猫啊、狗啊，或者是人啊，可能就没那么好吃，对。我怎么会知道这个啊？你知道这个啊？对，我刚刚是说了人吗？那是不小心讲错了。宝箱怪不会吃人哦，不要紧张，不会咬你们。肉食动物通常比较真假，我好像没有吃过肉食动物鳄鱼我也没吃过，所以我不知道。青蛙算吗？青蛙会吃虫，青蛙算肉食动物吗？不知道可是那个什么，那个鸡也会吃虫啊，对不对？鸡好像也会吃虫，可是鸡肉还蛮好吃的，怎么会这样？好啦，我不知道啦，这不是我的专业啦。宝箱怪好吃吗？不会，不要问了。宝箱怪不好吃，不要问了，不要消费弱势族群。没有啦，宝箱怪不是弱势族群啦，我开玩笑的，我没有这个意思，不能这样说，请不要把宝箱怪当成弱势族群。有真正的弱势族群更需要你们的关注，请不要浪费时间在把我当成弱势族群这件事情上。对不起，马上道歉。对，
而且我觉得道歉的时候要讲对不起耶，这个好细节哦，这个是个人感受啦，我没有觉得怎么样才是对的。你们会不会觉得对不起跟不好意思的意思好像不太一样啊？你们会这样觉得吗？我觉得对不起比较严重哎，我觉得对不起是真的觉得我做错了才会讲对不起。比如说你要跟别人什么借过的时候，你不会讲对不起，你会讲不好意思，因为不好意思就是比较没那么严重，3个字比较有诚意啊。是字数问题吗？原来是字数问题。不过我嘴齿尖尖啊，嘴齿尖尖就不是摕来咬人的呀，就不是拿来咬人的。哦，鲨鱼好吃哎，鲨鱼好吃哎。好，你会不会觉得对不起比较那个啊？我自己会耶，我自己会觉得对不起比较严重哎。抱歉跟不好意思听起来很随便，对吧？可能大家会有一个共同相近的感受吧，大家会有一个共通的语感。那大家在道歉的时候可以参考一下，依据你的情境跟依据你的诚意，可以选择一下要用哪一个哦。对，迷宫饭告诉你宝箱怪好吃，那叫什么？那个叫动画都教坏小朋友，那种黑白般。不要乱看，不要乱看。对，那个迷宫饭，那个电视里面演的不一定是真的，不要在那边乱传什么宝箱怪好吃，没有这种事情，不要吃。感觉要看道歉后面接什么话哦，我觉得这样说也对耶，如果大家有道歉的经验的话，应该都要有吧。没有道歉的经验，就代表你从来没有做错过事情耶。可是JoJo也是动画，谢谢你说的有道理。JoJo不是普通的动画，好不好？JoJo是那个作者的人生传记耶，他把他所见到的事情一五一十都画下来了，这不算虚构作品，好不好？这才不是虚构嘞，这是历史。以上言论是开玩笑的，应该不会有人当真吧？对啊，就是道歉后面接什么话也蛮重要的。阿莹，晚安东，你好，欢迎来。我刚刚骂人骂好久，现在好累哦。我还要继续骂吗？对啊，道歉后面接什么话也差蛮多的。我看一下，我想一下有什么不好的例子。像如果我道歉的话，就是如果我是真的觉得我做错了什么事情，我就会说对不起，我知道错了，然后我之后会尽量避免再做这种事情。对，不是，我记得之前跟阿修罗赖宝好像有聊过这个问题哦，就是你发现自己做错事的话，好像怎么做比较好？对，我觉得这件事情之前有聊过啦。对反正再跟大家聊一下有没有？对不起，你是好人不对哦。对不起，你是好人。不对，不是，这个太伤心了。对，道歉示范台也可以啦，不排斥，我能提供给大家的各种东西我都愿意提供，除了我的脚之外。难道迷宫饭是普通的动画吗？反驳型人格，谢谢，又反驳型人格。我们之前才跟于西聊过这个问题，对不对？有些人就是无论如何一律反驳，对，就是我一律反驳。阿酸阿曼还给你来，我那个最激烈的都骂完了，你错过最激烈的部分了。不好意思，我不觉得我有错，这是没有诚意。对。然后我觉得，如果你很确定自己没有错，但是你又想要示好的话，好像可以不要太轻易说对不起。这是纯个人感受，这个真的是完全就是个人感受在分享而已啦。就是我觉得，怎么太唐突聊到这个？对啊，我觉得如果你很确定自己没有错的话，你可以不要说对不起，你可以说。原来会让你有这种，听起来好呛。原来我会让你有这种感觉，是不是？好，那就我们下次可以想想看怎么避免。对，我觉得乱说对不起会让你的对不起变得没价值，所以我觉得对不起也是要谨慎使用。谨慎使用。对，好吧。道歉怎么样比较好？好，我有看到还不错的例子跟大家分享一下。对，我觉得如果是说就是对不起，因为我没有谨慎的思考过，然后导致我讲了一些不该讲的话。就是我想要怎么讲，我要组织一下，也没有很常在道歉，也没什么在道歉。对我感到非常遗憾，这是什么小说里面会出现的吗？这是什么那个英文小说翻成中文之后会出现的？我感到非常遗憾。对，
好啦，对不起啦，我的道歉，不然想怎么样？这个也不行，这个也不行。好，那个叫什么？那个上下文那个情境也蛮重要的。要伴随一点赔偿条件，我觉得说的有道理。就是我真的要教大家道歉，是不是？对啊，我觉得如果要道歉的话，可能要么就是要有加上赔偿条件，或者是要加上，我觉得补偿条件也蛮重要的，没有错。比如说，好，我举一个补偿条件的例子好了，因为我今天探讨的可能也比较偏向于公众人物讲了不该讲的话要怎么样。对，如果是这种情境的话，我想一下有什么情境可能会需要补偿条件？比如说今天发生了一个天灾人祸，然后有一些人因为这样子可能受到了财产的损失，或者是因为这样子过世了。对，结果呢，我今天因为比如说我想要宣传我下礼拜的街访，我为了宣传我下礼拜的街访，我就拿了这件事情出来消费。比如说，我想一下，举个例子。好，举个例子，假如说什么上礼拜有个台风来，然后这个台风就是重创了某个城市，结果呢，我就说那个，我下礼拜要来街访，就是为了帮这个地方的人打打气，就请大家来看我的街访吧。然后我可能街访的情境还是就是模拟一个那个受创这样子，对。然而我邀请到的所有来宾，没有一个人是真正的受灾户。然后我整个那个街访的过程中，也跟这个请大家关注这个重灾区，请大家捐款帮忙挖泥巴，跟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我就是纯消费嘛。那如果我做了这件事情，假设今天那个丹阿慧，今天丹阿慧，非常的白目做了这件事情，那结果被骂了，然后我知道错了，我要来道歉，怎么办？这就可以有补偿条件啦，就可以说什么我这个月的收益全部捐给那个被我消费的灾区，有没有可能？这可能是一个方式嘛，对不对？这可能是一个方式。对，补偿条件的话，我觉得公众人物道歉加上补偿条件，可能是这样用的啦，就看你消费了谁，甚至在直播上卖东西就更严上了。对，我应该是不会这样子吧？对，如果卖东西是帮他们义卖的话，也许还可以啊。对啊，就比如说什么那个，比如说我随便举例啊，比如说那个受到重创的那个县市比如说他们有一个特产是什么东西，然后把那个特产我知道，就是台风来嘛，我完全是举例一个那个想象的情况我真的没有在针对任何人。对，假如那个来一个台风，然后把那个高丽菜全部吹起来了，高丽菜不是个好例子，比如说把那个水果全部吹起来了，然后水果全部变成即期品，必须要大家赶快买一买吃一吃。那我可以怎么样？我开这个台来卖这个东西，请大家倒销销嘞，帮忙支持一下，让那个受灾的农民可以拿到钱，不是不错吗？这是一个方式吧？对啊，就是我觉得在做任何纯消费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你可以想一下有没有把它处理得更好的方式。对，你把它处理得更好之后呢，你流量你还是有收割到，但你也真的帮助到了有需要被帮助的人，这样不是很好吗？动动你聪明的头脑，拜托，尤其你可能很有流量的话，动动你聪明的头脑，运用一下你那叫什么？用你万能的流量之心，想办法做点好事，好不好？对，纯消费就不用了，纯消费就大可不必。促进消费可以，纯消费不要。今天 punchline 有了。斯洛姆说麻豆文旦，蛮有那个感觉的。对，我刚其实也是想到文旦，其实我小时候还蛮爱吃的，对。但是现在好像懒得剥，好懒惰，因为小时候那个家里长辈会帮忙剥。我就想到文旦啦，就是那个被吹起来的卡巴多啃就放不了多久，所以那个如果被台风重创就蛮严重的。是今年吗？还是去年？是不是今年？我记得今年就是麻豆文旦好像就有被台风就重创的蛮严重的嘛，对不对？好像产量少很多，变很贵。我怎么会知道呢？没有啦，就是刚好有朋友有，对，算朋友还是朋友，对，刚好有朋友有在种文旦，所以有得到这个资讯。好累骂人真的好累这比昨天还累昨天真的是小打小闹，今天认真骂，我快累死了。消费也是要付出代价的，救命！好。
好，就是这样。对，没剥的柚子啊，不用谢谢，不用谢谢。剥好的，你怎么知道我最喜欢吃柚子了？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文旦？对，就是这样子。虾子也一样哦，我这个虾子也是一样的哦。好啦，是的，好。那除了那个金钱上的补偿哦，你搞不好没什么钱，但你还是想要道歉的话，还有其他方式。对，我觉得还有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就是可以跟大家承诺一下，你以后会小心一点，你以后不会尽量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展现诚意的方式啦。对啊，像比如说，如果我今天我想要举什么例子，你剥出来都苦的，可恶！我不喜欢吃文旦，就是因为我很不会剥。我觉得这是对啦，因为白色的部分那个真的很苦，那个里面的油你挤出来的话，或者你剥完之后你手上都是那个油，你舔手你就知道哦，我告诉你，超级苦。对啊，我就不太会剥，我剥的时候也就真的是会挤到很多白色的油，所以超难吃。难怪我都不喜欢吃文旦，因为都没有人帮我剥，然后我自己剥都剥得很烂。原来是这样，我的那个不幸的爆香。好啦，没有啦，对啊。又要再举一个假设情境吗？反正就是如果我今天就是讲了一个笑话，然后冒犯了某个种族，好了啦。举例，我讲了一个，我讲了一个笑话，冒犯了一个族群，冒犯了一个种族。那我被骂了，我知道错了，我要道歉，我可以怎么道歉？就是我觉得最好不要讲不好意思。我觉得要么就是对不起，要么就是我知道错了，我知道错了。对，就是因为我的知识不足，然后我对议题不够关心，所以才做出了这种不恰当的言论。那有些人好像会在这个时候说什么感谢大家的建议，我觉得也可以，对，也可以说感谢各位，就是愿意给我回馈，让我变得更好。那对，这个时候就是补偿，或者是那个可以怎么做得更好。对，我觉得这个可以讲。对，就是你可以说你之后会怎么做得更好。对，你可以说以后我就会用比较正确的，我以后会试着用更正确的态度，然后我会去做该做的功课，去认识这些议题。对，那我以后会尽量再避免犯一样的错。对，这样比较好吧？对啊，所以希望大家都不要用到啦。我也不是很专业在道歉啦，但是我觉得有没有诚意，大家应该都是感觉得出来的，如果我今天就是犯错被骂的话，我觉得有一个很 NG 的是，请大家不要再吵这件事情，不太好。像刚刚大家举例，有人举一些就是道歉被敷衍的例子，对，有一种就是对不起，我都道歉了，不然还想怎么样？这个超不行这个超不行。等一下，我真的要喝一下水。一周米晚安，欢迎你来啊！不对，你是早安吗？你好，早安，欢迎。我最激烈的骂人都骂完了，我现在好好讲话。对啦，求减刑的这个态度对啊，有一些道歉会给人一种感觉，就是我都道歉了，你还要我怎么样？我能做的也就只有道歉了，你还要我怎么样？好啦，我知道错了啦。对，就算不是直接这样子讲，有一些人讲话的时候还是会让人有这种感觉。对啊，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不要有啦。比如说，好啦，不要乱举例，再举例就好具体哦。对啊，就是这样子。我不知道我觉得如果今天我道歉的话，我至少不会说希望，不知道。其实我觉得公众人物尤其是 VTuber， 有时候会有一种问题，就是这个真的好凶哦，这个好凶哦。可是我真的觉得这个现象很普遍。这同时也是为什么我不太敢，一直都不太想公开纠正别人的错误的原因。我接下来要讲的这件事情，你就罔听，我罔讲，你就罔听。如果你觉得你哪个有理，你得当道赞声，你觉得有道理，那就有道理。对，就是有时候啊，就是 VTuber， 其实也不一定只有 VTuber， 其实 YouTuber 也很严重对，就是这种。用个人魅力在，就是 KOL， 就是 KOL 的中文是什么？太精英了，我们不可以晶晶体，中文是叫意见领袖，好像没有比较好懂反正就是这种在做自媒体内容的人，有时候
会凝聚起来的粉丝，就是会对这个人很有认同感。那有时候粉丝会护航嘛，对，大家就是说粉丝护航这个现象，我觉得在各种 YouTuber。VTuber 就直接包含在里面了，好不好？就是各种 YouTuber， 或是也不一定仅限于影片创作者，但是这种依据个人魅力凝聚起来一群粉丝群的创作者的身上，有时候会有这种现象，就是他做的事情对不对，也许不是最重要的。比如说，我随便举例，比如说今天有一个50万订阅的影片创作者，他讲错话了。有一个50万影片订阅，50万订阅的影片创作者，他消费台语，他消费这个台语现在的地位是一个族群伤痛啊。算了，我举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他消费台湾国语这件事情，可是他不知道台湾国语其实是因为那个原本只会讲台语的人被迫只能讲中文，然后他中文又讲不好，才会变成台湾国语这件事情。不是50万支影片，50万订阅的影片创作者，对，假如有这样子一个影片创作者，然后他做了这样子一件事情，你觉得我陈火蛇敢公开纠正他吗？你觉得我敢直接在他下面留言说我觉得不对，然后我甚至直接引用他的那一篇，直接开一场直播，直接痛骂？你觉得我敢吗？我可能敢，因为我现在就在做这件事情，但我感觉不敢的时候。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会觉得不敢？因为他的粉丝可能会护航啊，就是对他的粉丝来说，哪一件事情有道理，可能不是最重要的，而且他当然也可能觉得我比较没道理，当然也有可能，对。可是有时候粉丝是不问对错的，就有时候粉丝他就只是想要挺他，他就觉得他支持他，他就是有认同感。那我这样子能达到沟通的效果吗？好像不能对，因为我今天的。做这件事情的目的就不是单纯想要有优越感还是怎么样啊？我就不是觉得我对你错很优越，不是，就是没有意义，对我来说根本没有意义。对，可是如果那个因为这件事情关注到这件事情的人，并不会因为这样子就改变想法，或是就去多想一点的话，那不是很没意义吗？所以有时候就会不想纠正啊。有时候就会不敢纠正比我大为的人对，很没有特别指谁，超级多，到处都是。对，我觉得应该很多人也都会有这种状况，应该很多人都有吧。就是对啊，当然这个因素也蛮复杂的啦。就当然也像猫猫卡爱说的，就是很久之前说的，对，猫猫卡爱刚刚也有说，就是可能因为未来还有机会合作，所以就不想要搞得那么难看，树立敌人。就当然也有可能有这个成分，也有。对，但我今天如果要做一个结论，然后关台的话，我觉得如果要做个结论的话，我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去勇于纠正。哇，子昌真的纠正过50万订阅了，然后被说你是嫉妒哦。对啊，会啊，一定会有人这样子讲啊。对，我也不，好，我今天我不知道，我觉得我一个自己这样讲，就是我觉得我很棒的一个点，就是我还蛮乐于自我揭露的，就是我还蛮愿意自我揭露一些比较私人的想法跟你们讲的。那我今天也在揭露一下，对，有时候就是我确实有做过一些事情，就是私底下去，比如说我看到有一些大尾的内容创作者，他做了一些不太好的示范的时候，我还真的曾经私底下纠正过，或是提供过我的看法。我真的做过这件事情，但他没有理我，或者是有理但不多，就是他有礼貌的回应说：“哇，感谢你提供这个资讯，那之后真的有用到这个资讯吗？”我其实不确定，对，我打一个问号。对，但是我能做的我做了，对，我能做的我做了，对。好，但我会愿意就是批评一些可能流量比我多，但是做错误示范的人这件事情，以及我看到这件事情感到很不舒服，也是有嫉妒的成分，没有错啦。不是啊，就会觉得就好啊。我发文之前我都会想一下可不可以乱讲话，我真的都有想过啦，你们信不信？信不信？
我其实都有想过可不可以乱讲话啦。你信吗？对，反正请相信，谢谢，只能说相信哦。对 ，#相信不是好，对啊，就会觉得怎么有些人好像讲一些言论之前都没有特别想好，然后我才不在乎他念成嫉妒还是嫉妒嘞，我又不是中文推广者，我只在乎台语，中文听得懂就好，语言这种东西哦，听得懂就好了啦。好凶哦，好凶哦。好啦，没有要凶猫猫可爱，我们对事不对人。没有啊，我一直都这样子啊，我一直都对中文的读音有没有念错不是很关心啊。被骂了你又赚到，对不对？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有骂开心就好啊。嫉妒台语怎么讲？万多吗？是讲万多吗？还是意思其实有一点差？万多，万多，万多，对不对啊？台语比较好的朋友可以纠正我吗？我看一下哦。嫉妒万多哦，我看字典直接对应的就是万多，不可以凶你老婆。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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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就是这样子，就是我承认也是有嫉妒的成分啊，就是会觉得，好，也不是要讲嫉妒，但是就是会觉得。你流量那么大，你获得了那么多的注意力，你获得了那么多的关注，好像要求要高一点啦，但没关系，我觉得就是还是有一个不错的机制哈，就是你今天的那个触及的群众很多的时候，你也比较有机会遇到愿意纠正你的人，好像也可以这样想，对不对？就是比如说你今天是50万订阅，对，你的留言之中，总会有人他知道他被冒犯到了，他出来提醒你。对，他提醒你的方式可能很多种，他可能非常好声好气的提醒，或者他可能就是很生气嘛，因为他被冒犯了，他很受伤的提醒你，都有可能。对，所以其实你流量很大的时候，你应该是比较有机会去接触到这些可以纠正你的声音的。问题是你要怎么做？你要当做没看到吗？还是你要删留言，你就觉得没关系，我看到那个我看不爽的，我就把你留言删掉，我觉得我就是对的。你要这样子吗？也可以啦，你也可以这样子。讲真的，今天讲到底就是，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创作者，其实你可以自己决定。对，你今天就是决定了，我就是要踩着别人的尸体，对，我就是要踩着别人的伤痛，让我自己站得更高，让大家看到我，然后我还好意思就这样子接业配。没关系，我晚上都睡得好，我 OK。那你没犯法的话，你就做吧，拿你没办法。胡启明晚安，欢迎你来，直接开吵。我刚刚骂好久了，好累哦，继续骂。对啊，对吧？难免会不平衡，就是觉得有比较多声量的人，好像有了比较多影响力的话，就要更谨慎。对啊，对啊。但因为法律没有规定啦，所以我也没办法啦。对，那这时候我们能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纠正他。对，就是纠正他。对，我自己也做过几次这种事情，就是我看到流量比我大的人，但是他在做一些我在乎的议题的时候做得很不好，我觉得不太行。对，那我就私底下提醒他，我觉得没关系，这就是一个方式。对，那如果私底下提醒很多次都没有用的话，没关系啊，我可以消费一下好不好？对，消费一个人有很多种方式啊。对啊，我可以开个直播骂他，骂死他，可以啊，也可以。或者写一首歌 diss 他啊，也可以，也可以。我有很多种方式可以表达我的声音。对，那我觉得大家如果想要避免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就是如果你觉得所谓的 V 圈里面有太多 VTuber 做的事情都不太好的时候，那你就公开纠正他吧。对，非强迫，只是提供一个就是大家可以做的事情。对，当然我知道要大家公开表达自己的立场，或者是公开批评同行，从来都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对，就我知道不容易，因为大家都想要做生意的，做生意难免就是不想得罪人，想要和气生财，就是合理。我也常常会这样想，但是我觉得，如果事态已经太糟糕的时候，还是可以出来骂一下。对啊，但我今天也没有要针对任何人，我们都是对事不对人，就是讲一下一个广泛看很久。那个看不惯很久了的一个现象。对，
对，就这样子吧。再写第10歌没有啦，没有写啦。昨天有写一段啦，但写一写就觉得好累哦，写不完，累死了。就以后再看吧，反正这种事情今天骂完之后，还是会有一堆人做啊。毕竟我也不是什么很大为的 VTuber 嘛，就是有一些需要被教育的人也不会真的来看到我的台，因为他也没机会看到啦，也不是他的问题。但是，今天有这件事情，以后还是会有这件事情。对，我们今天开完这个骂完之后，也不会因为这样子就大家都不会再犯错，对，不会的，没有那么好。假 Cowboy 不用想了，对。那如果大家想要一起就是继续跟这个世界的不合理继续战斗的话，可以做的几件事情就是我刚刚说的是呼吁 VTuber 主播，对不对？就算很大尾来骂之后，还是会有类似的事。对啊，一定的，一定的，一定的。就是历史就是会告诉我们，大家都不会从历史得到任何教训，没有错，没有错，这也没办法。对，但我们还是可以做，好不好？我们还是可以做。那我刚刚有呼吁 VTuber 朋友，就是愿意的话，心情好的话，觉得需要的话，觉得时机对的话，可以出来发声一下，可以纠正一下同行。对，那除此之外，我觉得观众也很重要啦。我觉得观众也很重要，就是虽然大部分的人来 YouTube 上应该都是想要开开心心，就是来娱乐，来纯娱乐，对，也没有特别要干嘛，对。但是如果你敏感度跟我一样比较高的话，你就有可能会看到有一些主播做出一些敏感度不够的发言，然后可能纠正了之后，或是你提出了一些想法之后，他可能也不在乎，他就只是想要继续消费他想消费的。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你身为一个观众可以怎么做呢？如果你跟我一样很鸡婆，我们不要讲鸡婆好了，因为鸡婆其实是一个把台语偷来用，然后还把 gay 伯那个 gay 是家管家的家，把它理解成鸡之后产生了一个奇奇怪怪的字。我们不要讲鸡婆，我们讲 gay 伯。如果你跟我一样很 gay 伯的话，那你可以投个棉花糖跟他讲，请他改进如果他不在乎的话，就没关系，你做了你能做的了，你很棒了，对。骂倒台听一听也痛快，不是，我是说，如果你今天就是随便逛随便滴滴看到了一个不是沉火蛇，是沉水蛇，对，你今天看到一个沉水蛇，然后在那边那个讲一些不好笑的什么歧视同性恋笑话，我要举例我举不出来反正就是大家懂得，大家懂得。对，如果这样子的话嘞，然后你讲了之后他也不会改进，那你可以怎么做？你身为一个观众可以怎么做？如果你跟我一样 gamer， 你可以现场提出这个问题，或者是你可以投棉花糖告诉他这个问题，或是你真的很在乎，你可以取得其他的方式，反正就是告诉他这件事情。对，那除此之外还可以怎么样？你可以不看他的台，你可以不要给他流量，好不好？就你能做的可能也就最直接的就是这样子，你可以不要给他流量，你可以。为什么很多人都愿意就是做这种哗众取宠然后不负责任的言论呢？因为会有流量，对，所以如果大家在乎这件事情的话，就不要给他流量，好不好？就不要给他流量，大概就是这样子啦。那大家能做的事情就这样。说到那个就用台三声的蹦逼胖的阿华塞阿华塞真有做一件蛮猛的事情就是之前也是有一个大尾的 YouTuber， 对，有一个大尾 YouTuber。他讲了一些，他好像做了一个节目，然后这个节目有点消费台语，他把台语的刻板印象一样绑在可能比较粗俗、比较丑化的部分，他做了这件事情。然后你知道阿华塞就是也是在乎台语的这个议题的人嘛，如果大家知道他是谁的话，对，那他那时候就有做一件事情我觉得超酷的，我也是真的是我一直都很佩服他，说真的，对当然他也不一定是一个完美的人，但我们今天没有要讲那么多。对，有些人知道是谁，那留给你们讲，我就不特别说。然后他好像后来有改进就是反正阿华塞做了一件我觉得很棒的事情，他直接去找他，他直接去找他是什么意思？他甚至跟他坐下来聊了1个小时吗？2个小时吗？对，就是真的好好的跟他交流，讲这件事情。因为那个做了这个错误示范的 YouTuber， 他可能是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不该这样。所以他就是花了时间教育他，真的跟他好好的聊聊。对，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棒，所以我以后也有可能会做这件事情因为我本来是一个很喜欢按别人的门铃去找其他 VTuber， 强迫他跟我联动的人，所以我确实有可能会找到一些我觉得可以做得更好，或者是
流量比我更好，但是好像对一些议题的理解不够的人，我其实一直蛮乐意跟他们联动的。对，那好啦，今天的结语就是这样子了。我讲完，我真的太累了，我要关台了，我要去接火嫂下班了。对，我今天就是最后结论就讲在这里了。我还要看要降落哪里耶，我先看一下。包括胡吗？胡有做错什么事吗？胡有做什么很冒犯我的事吗？应该没有吧。胡有做什么坏事吗？你有做什么坏事的话再说，再说。啊，不过就是如果胡想要学台语的话，我有那个道府台语家教系列，你可以直接联络我，我们可以约一下。对，我一直很乐意的，或者是想要来我这边参与我的跟台语有关的，或是不一定有关系的其他企划的话，你就随时跟我讲，我一直很乐意跟大家联动，好不好？毕竟我要蹭大家的流量，毕竟我本来就很想要蹭大家的流量啊。好，我想一下我要这样去哪里？有没有人一样在讨论这个事情的也许没有了，完蛋了，这个时间开台的人不多好，闭着眼睛选，我们看缘分。好 ，OK， 我们继续讲讲到哪里了？谢谢茄子做了什么？茄子，什么茄子？我跟不上大家了。好，我们来做结论，万一再讲一次，我今天开台凑人就是我也没有在怕被看到的，就是如果你今天看完这个节目，你觉得我很明显就是在骂你，因为我今天其实就是骂到了很多人。我自己在做批评的时候，其实我想到的不是只有单一的个人，对，我同时批评了很多人。但是呢，如果你今天觉得被我骂到了，你觉得我好像就是在讲你做过的事情那我还是重申，没有要树立敌人，我真的是对事不对人。我也没有要恨你，我也没有要叫大家抵制你，我没有觉得你就烂，对，我还是很愿意跟你合作的，好不好？对，如果你觉得你在哪些议题可能原本的理解不够，但是你觉得这个陈火蛇好像懂一点说不定可以来跟陈火蛇交流一下，看看是想怎样。对，如果你不想要好声好气的，你就是想要开一个台，然后跟陈火蛇大吵一架，反正应该会有人爱看的话，真的啦，欢迎啦。对，毕竟你会被我骂的话，你流量应该是比我大啦。你的流量没有我大尾的话，我根本就不会骂你我根本就会觉得没有啦，不能这样讲。但是没有啊，因为就是会不平衡啊，就是会觉得说，如果你握有更多的资源，你有更多的流量的话，好像应该要更负责任一点呢。对，那所以如果你觉得你流量比我大，不是觉得，如果你看数据发现你比我大尾，但是我好像在骂你的话，我们还是可以交流一下就是你愿意的话，对，我也可以蹭你的流量这样至少我也很开心，好不好？台 V 铁笼战是这么恐怖的铁笼战我以为是打架把头扭下来而已，断手断脚而已。我不知道台 V 铁笼战的规模是真的要大吵一架俊晚安。欢迎你来，但是我差不多要关台了。好，总之我们也可以像阿华塞跟那个知名 YouTuber 那样子我们可以一起聊聊我们可以坐下来好好聊聊就是看我们的那个认知到底有什么不同，说不定聊一聊之后，就是我们都可以变成更好的人，对不对？对，我们就，我真的没有要树立敌人啦，相信我。虽然听起来很凶，但是就不是就。你都已经消费弱势族群了，换你借我消费一下嘛，好不好嘛？拜托嘛，对，就这样子，让你体验一下被消费是什么感觉啦。对，让你体验一下被消费是什么感觉。就希望这个可以让你成为更好的人。对我也承认，我就眼红你的流量我就觉得你流量比较好，就是应该要带头做正确示范对不对？借我消费一下啦，好啦。好，就这样吧。如果恨我，那就恨我。那要当我的黑粉也可以，黑红也是红，没关系。那如果你觉得陈火蛇做的不错，然后都有骂到该骂的人的话，也可以就是像平常一样做一些支持我的事情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之类的，大概就这样吧。
谢谢大家，我又靠大家，拢靠大家看行啦。感恩，多谢大家。好，我真的累了，那大家可以好好休息啦。对，我啰里吧嗦啰完了，那我们要降落去哪里呢？我们就降落去比我大伟的台吧。好啦，我看一下，好像有人在工作是吗？感觉真正的 VTuber 才不会在这个时间睡觉嘞。那我们就去哪里嘞？有人在开虚拟书店呢，好酷哦！我们记得昨天是不是有人在被骂的时候？昨天是不是有人在被骂的时候偷玩虚拟书店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同一款虚拟书店，但我们去看鱼梦批漫玩虚拟书店吧。那我们大家去别人的台就请大家帮我保持礼貌，不要害我被骂，好不好？对啊，我们刚刚那个议题不一定要带去下一位主播的台，人家可能没有要聊这个，我们就这很基本吧，这不用讲吧？看别人的台规。然后别人在聊什么就聊那个啊，不想看就是这个主题，你觉得你没有那么关注，就默默的转台就好。对，但当然希望大家可以多看一下，因为我一直都蛮喜欢鱼梦皮漫的，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赞，也非常有个人魅力，然后做蛮多企划也都很酷的一个的 VTuber 朋友。对，好啦，反正就推荐给大家，邀请大家一起去看。那我们废话不要讲太多，我也该休息了，那就拜拜，大家再见啦，晚安。该睡觉去睡觉哦。好，谢谢大家。